各位弟兄姊妹，你哋好，歡迎嚟到義教中心嘅今日活動從雅歌看夫妻關係。讓我哋一齊透過敬拜，將我哋嘅關係帶到神嘅面前，同唱普天頌讚，去讚美呢位愛我哋嘅主。我手千進，好覺聲琴音合奏，齊集於主聖殿，敬拜他，攜手同唱，頌我主榮耀的君王，願那普天歡唱，頌讚歸上帝，願眾高呼主權能，神恩典之厚愛，就好比那浩瀚大海深，述說基督大權能，來施恩救贖，全賴犧牲的愛，令眾生復興，頌讚恩主的愛，願眾聲在唱。親愛嘅天父，我哋今日嚟到你嘅面前，一心去讚美你，因為你係愛嘅源頭，你創造婚姻，亦都設計人與人之間親密嘅關係。但主啊，喺現實裏邊，好多時都有誤會、有距離、有受傷。求你今日藉住你嘅話，重新提醒我哋，愛唔單止係感覺，更係一種願意彼此靠近、彼此回應嘅關係。以下願你親自帶領，奉主耶穌基督名字求，阿們。昂首前進，好覺聲琴音合奏，齊集於主聖殿，敬拜他，攜手同唱，頌我主榮耀的君王，願那普天歡唱，頌讚歸上帝，願眾高呼主權能，神恩典之厚愛，就好比那浩瀚大海深，述說基督大權能，來施恩救贖，全賴犧牲的愛，令眾生復興，頌讚恩主的愛，願眾聲在唱，願眾高呼主權能，神恩典之厚愛，就好比那浩瀚大海深，述說基督大權能，來施恩救贖，全賴犧牲的愛，令眾生復興，頌讚恩主的愛，願眾聲在唱。愛唔單止係感覺，係需要用行動去回應。我哋一齊唱，求主用我，求主用我哋嘅生命喺關係入邊主動去愛，去回應。主，我將所有獻給你，我願意一生跟隨你腳步，聽你指引，降服你面前，行在你的旨意裏，永不改變。求你用我的口去傳揚，求你用我的手去作美事，求你用我生命去讓人看見你的恩典何等寶貴。主，我將所有獻給你，我願意一生跟隨你腳步，聽你指引，降服你面前，
在你的旨意裏永不改變。求你用我的口去傳揚，求你用我的手去作美事，求你用我生命去讓人看見你的恩典何等寶貴。求你用我的口去傳揚，求你用我的手去作美事，求你用我生命去讓人看見你的恩典何等寶貴。求你用我的口去傳揚，求你用我的手去作美事，求你用我生命去讓人看見你的恩典何等寶貴。要改變關係，唔係靠自己，而係靠藉住禱告重新得力，將我哋嘅關係交俾神，求佢親自去醫治、去重建。我向你禱告。你是我神，是我的依傍，在我無助困苦中，你在細聽察看，是我磐石與拯救，是我高台與詩歌，你體恤我，你保守我。你是我神，是我的依傍，在我無助困苦中，你在細聽察看，是我能力與保障，是我盾牌與幫助。你應許我，你在掌舵，我向你禱告，縱使我軟弱，我雖失信，你仍然可信。面對的山嶺那麼高，路徑艱難如沒去路，但信靠你，你定會開路。向世界宣告，你是我盼望，我深相信，靠着你得勝，讓你的手替我爭戰，奉你的名成就美事，一心倚靠你，遵行你旨意。你是我神，是我的依傍，在我無助困苦中，你在細聽察看，是我能力與保障，是我盾牌與幫助。你應許我，你在掌舵，我向你禱告，縱使我軟弱，我雖失信，你仍然可信。面對的山嶺那麼高，路徑艱難如沒去路，但信靠你，你定會開路。向世界宣告，你是我盼望，
我心相信，靠着你得勝，讓你的手替我爭戰，奉你的名成就美事，一心倚靠你，遵行你旨意。眾山嶺，吩咐他們挪開，在你並沒有難成的事。你教導我禱告，要帶着信心宣告，相信你定會聽到，向世界宣告，你是我我心相信，靠着你得勝，讓你的手替我爭戰，奉你的名成就美事，一心倚靠你，遵行你旨意。讓你的手替我爭戰，奉你的名成就美事。只想看見，我只想看見你旨意彰顯。將時間交翻俾牧師。安上次完咗之後呢，就有弟兄姊妹同我講，佢話：哇，好深喎！即係雅歌書開始嘅時候好深喎。係啊，雅歌書呢係好深嘅。除咗我哋上次提過有40幾個好深、好難解嘅詞語之外呢，雅歌書嘅另一個深係我哋一陣間睇聖經就知㗎啦。有時候呢，我哋會發覺跳來跳去嘅。突然間呢一節係男主角講緊嘅説話呢，下一節就係女主角㗎啦。咁所以呢，讀雅歌書你要有個心理準備。我哋好難呢，好似一個順序咁樣去睇。嗱，嗰個唔係一個順序嘅故事嚟㗎，有時跳來跳去㗎。嗱，不過簡單啲咁講，如果你上次冇嚟嘅話呢，我哋講到第1章1節至到第2章第7節嘅時候，講緊啲乜嘢呢？聖經學者就提我哋呢，雅歌書好可能係創世記2章第15節，赤身露體並不羞恥，你記得嗬嘅一個 footnote 嚟㗎，一個注釋嚟㗎。聖經嗰度冇再講赤身露體並不羞恥嘅故事之後，亞當夏娃係點樣親密，冇再講㗎啦。所以有舊約嘅學者提緊我哋呢，嗰度好可能係一個注釋，好詳細咁樣延伸俾我哋知道佢哋嗰種親密嘅關係係點㗎。所以呢，你會見到從雅歌書，你會見到男主角、女主角佢哋兩個人之間嗰種嘅親密啦、純潔啦、好溫馨啦、好赤裸啦、好坦蕩蕩嘅關係嚟嘅。其實聖經作者透過雅歌書，其實好想我哋思想翻真正嘅親密關係其實係點樣嘅一件事，就係咁單純，就係咁親密，就係咁赤裸裸咁樣嚟到去敞開。可能你會即刻喺度諗啦，哇！牧師邊度咁容易啊？係咪？我唔知你上次聽完之後，你翻到屋企嘅時候有咩感覺？會唔會咁容易可以做得到？創世記所講緊嗰個咁完美嘅圖畫，咁完美嘅婚姻關係，我哋真係做得到？做唔到喎。尤其是我哋唔喺伊甸園啊嘛，係咪？我哋唔喺嗰一個咁美好嘅環境嘅裏邊，我哋唔喺伊甸園裏邊，我哋點可以學想得到嗰個情況呢？係咪？伊甸園樣樣都好，啱唔啱啊？我哋今日呢，又唔可以話樣樣都唔好嘅。不過我哋今日面對好多挑戰㗎嘛，好多掙扎㗎嘛。我哋喺伊甸園外嘅生活係充滿住挑戰啊，充滿住誘惑啊，充滿住掙扎㗎嘛。我哋點可以
學想到喺創世記嗰個故事咁好呢？唔得㗎喎，我哋唔係美好嘅環境嚟㗎喎，係咪？你讀創世記你知道㗎，6日嘅創造係講緊上帝創造嘅美好，係嘛？每一件事都係美好嚟㗎。去到第2章做人啦，哇，就進入好親密嘅關係嘅裏邊，都係好美好嚟㗎。所以我哋好難學想。不過弟兄姊妹要留心一樣嘢，假如我哋心裏邊真係覺得我哋嘅夫婦關係、親密關係好難翻返去創世記嘅故事嘅時候，我哋唔喺一個咁美好嘅環境裏邊嘅時候，我哋做唔到嘅時候，嗱，其實又唔係咁㗎噃。點解啊？如果你記得上次我哋提過啦，如果喺創世記第2章嘅故事真係美好到我哋冇辦法學想嘅話，第3章就唔會犯罪啦，係嘛？第3章就唔會被誘惑犯罪墮落啦，係咪啊？嗰個環境好好㗎，一樣犯罪墮落㗎，所以對我哋嚟講都係一樣㗎。你唔可以話俾我聽，話伊甸園冇第三者嘅，係咪？冇嘅，係嘛？不過都有誘惑喺裏邊，人都會失敗。所以創世記所提緊我哋嘅嗰種學想，唔係淨係亞當夏娃，其實亦都係今日我哋關係裏邊，我哋都同樣可以咁樣嚟到去學想㗎。嗱，今日同大家睇第2堂嘅信息啦，我哋會長少少嘅聖經啦。2章8節。一路去到第5章第8節，嗱，可能好長㗎啦。不過咧，你大家手上有講義，如果你上次冇嚟到咧，喺外邊 counter 嗰度都有上次講義，你可以攞翻㗎。嗱，如果你有聖經，你可以打開聖經第4章，我哋先睇4章第16節至到5章嘅第1節。4章16至到5章1節，聖經話咧：北風啊興起，南風啊吹來，吹在我的園內，使其中嘅香氣發出來，願我的良人進入自己園裏，吃他佳美的果子。我妹子，我新婦，我進了我嘅園中，採了我的沒藥和香料，吃了我嘅蜜房和蜂蜜，喝了我嘅酒和奶。我的朋友們，請吃我所親愛的，請喝，且多多地喝。嗱，有舊約嘅學者就話俾我哋知啦，呢2節聖經咧可以講係整卷雅歌書裏邊嘅一個中心點嚟㗎，心臟地帶嚟㗎雅歌書嘅。可能你奇怪㗎，話呢2節係心臟嘅地帶，乜唔係去到第8章裏邊講愛情眾水不能熄滅，大水不能淹沒，唔係嗰個先係心臟地帶咩？點解會係4章16至到5章第1節先至係呢？嗱，唔係8章7節，我哋下一講呢，就會講8章7節嘅真正意思其實係啲乜嘢嘢。雅歌書4章16至到5章1節係一個中心點。嗱，咁係因為呢，從第1章嘅第2節至到第2章第7節，我哋上次提過㗎，就記載住男女主角佢哋點樣嚟到邂逅啦、互生情愫啦，甚至從2章第8節開始，一路去到第2章14節，8至14節呢7節聖經咧，其實好精彩嘅。2章8節至到第14節係好精彩嘅一段聖經嚟㗎。如果你有聖經，你打開你嘅和合本聖經，我會讀咧現代中文譯本嚟到俾大家聽嘅。2章8節至到14節聖經咁講㗎啦，新娘就講啦：我聽見了愛人嘅聲音。他穿山越嶺向我奔來，我的愛人像羚羊像小鹿，他站着在我家嘅牆邊，他從窗口探視，從窗格子往裡面窺望，我的愛人向我說話。然後呢，現代中文譯本就加咗新郎呢2個字落去㗎。新郎就講：起來吧，親愛的，我的美人，跟我一起走吧。你看，冬天過去了，雨季已經過了，郊外百花盛開，鳥兒歌唱嘅時候到了。在田野間已可聽到斑鳩嘅聲音，無花果開始成熟了，葡萄樹也開花放香。起來吧，親愛的，我的美人，跟我一起走吧。
我的鴿子啊，你藏匿在岩石嘅洞穴中，讓我看一看你嘅容貌，讓我聽一聽你嘅聲音，因為你嘅容貌美麗，你嘅聲音美妙。嗱，我唔知你睇唔睇見啊？現代中文譯本呢，將第8節譯得好好嘅。現代中文譯本將第8節叫做我聽見了愛人嘅聲音，他穿山越嶺向我奔來。嗱，呢一個翻譯嘅好處咧，係佢將男主角嗰種咧，好似雄性嘅動物咁樣，好急速嘅穿越咗地形，為咗要靠近雌性嘅動物，並且將女主角心裏邊嗰份期待、驚喜嘅心情咧，好清晰咁樣去表達出嚟。我唔知你想唔想像到嗰個圖畫？我好急速飛奔去揾我嘅佳偶，佢好期待我嚟到佢面前，係一個咁樣嘅表達。嗱，事實係乜嘢呢？第9節裏面，女主角描述到男主角佢穿山越嶺嘅姿態，其實就好似羚羊同埋小鹿咁樣㗎。嗱，即係點啊？身形好細嘅，好快速嘅，步履又好優美，好強壯，彈下跳下咁樣奔向女主角㗎。我唔知你有冇睇過嗰啲啦，國家地理雜誌啊，定 Discovery Channel 嗰啲，我最中意睇嗰啲㗎。成日都講嗰啲郊外咧，啲獅子點樣去撲殺嗰啲小鹿咁樣。嗱，不過嗰個圖畫係好恐怖㗎。但係你見到啲小鹿就係咁樣跳下，好靚嘅姿態，好靚，好美妙，就係而家咁嘅姿態嚟。嗱，甚至乎聖經學者咧更加補充俾我哋知，男主角佢唔單止長途跋涉，佢其實更加係排除萬難咁樣嚟到去見女主角㗎。嗱，咁你就明白佢哋嘅愛情咧，唔僅僅係佢哋兩個之間嘅一份激情浪漫，唔係咁簡單。其實更加係佢哋嗰種嘅努力、堅持同埋委身。嗱，愛情唔單止係一份享受嚟嘅，其實更加係付出。如果愛情僅僅係享受嘅話呢，冇怪乎今日好多人拍咗一陣拖就離開，因為享受完啦，面對真實嘅時候就唔再享受，未揾第二個去享受咯。婚姻都係咁樣，我做婚姻輔導就明白，冇7年之癢嘅，而家唔使7年。我好多 case 係1年就離婚咯，就第三者，就婚姻出問題就破裂。享受完嗰種美好，面對緊真實嘅時候，原來唔係咁㗎，咪再揾過咯。再去結婚咯，所以愛情唔係淨係享受浪漫激情，愛情其實更加係付出、係堅持、係委身嗰種嘅努力嚟㗎。不過後現代嘅社會，好多人就只係享受愛情，唔係好想付出，唔開心就走㗎啦。好似頭先咁講，係嘛？我哋忘記咗聖經嘅提醒，唔單止係浪漫激情，其實更係排除萬難咁樣嚟到去付出。你想象下嗰個圖畫，男主角點樣穿山越嶺要去見女主角？想唔想象到呢個圖畫？想象唔到㗎，唔緊要㗎。你諗下咧，當日你點樣追你女朋友啊？使唔使穿山越嶺㗎？使唔使排除萬難㗎？唔記得咯，幾十年咯都，係咪？邊度仲記得啊？ By research 話俾我哋聽咧，男性就係咁㗎。未結婚就會穿山越嶺，排除萬難㗎。結咗婚之後呢，就太太要穿山越嶺啊，排除萬難先可以揾得到個老公㗎。By research 係咁樣提緊我哋㗎。男性喺結婚之前係好窮追猛打啊，好熱烈追求啊，做好多嘢㗎。結咗婚之後呢，係嗰條分水嶺嚟㗎。原來結婚係一條分水嶺嚟㗎。唔係一個完成式嚟，跟住就調翻轉㗎啦。太太係會好委身、好投入喺個關係嘅裏邊，不斷搲。老公呢，
點解好似以前嗰種浪漫啊、激情啊、穿山越嶺啊，好似冇咗咁嘅樣嘅喎？突然間，弟兄姊妹，呢個就係親密關係裏邊雅歌書俾我哋見到嘅，兩個都需要咁樣委身投入喺關係裏邊。第二章8至到14節嘅重要啦，係因為喺呢幾節聖經裏邊俾我哋睇見男女主角佢哋之間嘅愛情係充滿活力，係生機勃勃嘅。咁唔僅僅只係因為男主角好似羚羊啊、小鹿咁樣奔跑，你再讀落去2章第10至到13節，記載住女主角聽到男主角嘅呼喚。嗱，2章10至到13節，我良人對我說：我嘅佳偶，我嘅美人，起來與我同去，因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過去了，地上百花開放，百鳥鳴叫嘅時候已經來到了。斑鳩嘅聲音在我們境內也聽見，無花果樹嘅果子漸漸成熟，葡萄樹開花放香。我嘅佳偶，我嘅美人，起來與我同去。嗱，如果你簡單有啲研經嘅技巧，你就知道啦。起來與我同去喺第10節，同第13節嘅起來與我同去，係一個 inclusio， 即係咩啊？中文 inclusio 係首尾呼應，係有時成日講呢啲名唔記得中文係乜嘢，首尾呼應嚟嘅。個首尾呼應夾住嘅話俾你聽，哇！中間其實好重要、好急促、好有活力嘅嗰個圖畫嚟㗎。呢一幅咧，你讀落去你就明白，呢一幅正好就係一幅咧氣候好溫和、花香撲鼻嘅景象。所以無論係從視覺、觸覺或者聽覺，都使到我哋好具體咁樣感受到嗰份春天嘅氣息，使到我哋投入緊喺男女主角佢哋當下嘅嗰種歡愉嘅感情嘅裏邊。所以呢，有舊約嘅學者就咁講㗎。有舊約學者話，透過咁樣對於大自然嘅描述，雅歌嘅作者或者佢係要俾我哋同時睇見上帝參與緊喺佢哋嘅裏邊。你話呢度冇上帝呢個字㗎？冇喎，點解啊？因為聖經作者用緊創造嘅美好嚟到去回應佢哋兩個嘅感情。你睇下佢哋兩個感情咁好，整個大地都咁美好，整個氣候都咁美好，整個創造都係咁美好嘅。所以即使雅歌裏邊冇提到直接提到上帝，但係又係創世記喎。原來兩次聖經又係創世記。嗱，不過弟兄姊妹，奇怪嘅係乜嘢呢？你再讀落去，奇怪嘅係2章第15節。2章15節聖經話，要給我們擒拿狐狸，就是毀壞葡萄園嘅小狐狸，因為我們嘅葡萄正在開花。嗱，和合本聖經用擒拿呢兩個字，又或者好似呂振中譯本咧，亦做捉拿狐狸。嗱，到底我哋應該點去理解女主角所講要捉拿嗰個毀壞葡萄園嘅小狐狸呢？你一聽到嘅時候，你諗起啲乜嘢嘢啊？小狐狸啊嘛，好易理解嘅啫，係咪？係咪？小狐狸好易理解，咪嗰啲狐狸精咯，係咪？係嘛？第三者狐狸精啦。不過唔使咁本色化字嘅，唔使咁本色化字。有舊約學者就話呢，喺埃及嘅情詩裏邊呢，好多時候都會將嗰啲淫蕩嘅人呢形容做小狐狸嘅。嗱，所以第一種解釋係呢度好可能係女主角對於嗰啲喺佢同男主角周圍旁邊嗰啲年輕男女嘅呼籲，請佢哋要約束自己，唔好破壞佢哋兩個嘅感情。咩意思啊？喂，唔好叉隻腳埋嚟喺我哋嘅關係裏邊搞破壞喎，明白嗬？啊，呢個係其中一個解釋嚟㗎。婚姻就係咁㗎啦。點解會有第三者啊？點解啊？
因為你哋婚姻裏邊有裂縫咯。有裂縫嘅話，就要有嘢填補噶嘛，係咪？所以啲第三者通常就係填補你個裂縫噶嘛。咁你話你個裂縫係乜嘢嘢啊？嗱，你諗下嗱，各位夫婦，我望落去應該都係夫婦嚟噶啦嚇。你諗下，你同你老公同你老婆之間嘅裂縫係啲乜嘢嘢？諗下你就驚咯，弊咯，會唔會有啲嘢攝咗入嚟㗎？我做啲婚姻輔導都係啊，啲婚外情嘅輔導，好簡單啫。其實你睇大台電視劇都係嗰啲嘢嚟嘅啫嘛，就係因為我老婆唔好咯，我哋婚姻好冷淡咯，冇親密咯，好平淡咯，冇激情咯，所以我揾到個第三者俾到我啲乜嘢啊？個第三者唔會成日鬧我、丙我噶嘛。如果係咁，我唔會揾佢做第三者啦，啱唔啱啊？個第三者係俾到親密啊、溫暖、激情、浪漫，乜都有齊俾我咯，咪填翻我冇咗嘅嘢啊嘛，係咪？所以我同我太太嘅關係需要檢視，不過周圍嗰啲都要檢視喎，唔好亂咁插咗落去，插隻腳落人哋嘅關係裏邊喎。唔好喎，所以教會呢，我從香港牧會到而家呢，教會有一個好好嘅傳統㗎。我覺得維持呢個傳統都係好㗎，就係咩呢？姊妹有心事呢，就揾翻姊妹傾，唔好揾弟兄傾。弟兄有心事呢，就唔應該揾個異性嚟到吐心事㗎，應該揾翻個弟兄傾。你係咪咁樣㗎？而家你最好嘅朋友係異性定還是同性嚟㗎？係同性啊，咁好安全㗎嗬？你話唔係啊？異性都好安全啫，係咪？咁最好啫，我覺得係嘛？所以周圍嘅人，小狐狸講緊嘅，周圍嘅人唔好插隻腳埋嚟，唔好搞破壞。呢個第一個解釋。第二個解釋係咧，有舊約學者話咧，根據上文2章13節，男主角提到無花果樹嘅果子漸漸成熟，葡萄樹開花放香。你可以見到男女主角係年華正盛，感情關係好熱烈嘅時候嚟㗎。所以佢哋要把握時光，否則一旦年華老去嘅時候，乜嘢意思啊？年華老去，你而家係小狐狸。即係你變咗老狐狸嘅時候啊，你就年華老去嘅時候啊，係嘛？你話老狐狸，我哋嘅理解老狐狸另一樣嘢嚟㗎，係嘛？你年華老去嘅時候啊，將會對你哋嘅美麗、親密、活力帶嚟影響，將會破壞你哋嘅關係㗎。所以婚姻關係係需要不斷去儲錢㗎。你聽過存款嗰啲練習㗎啦，應該係嘛？以前嗰啲夫婦營啦，好中意做下存款練習啊、提款練習㗎嘛，係咪？存款就係將好嘅嘢存放落去，以致感情嘅基礎更加穩固。提款就係乜嘢呢？鬧交嘅時候咧，你唔妥你老公、唔妥你老婆嘅時候，嗰啲咪提款嚟㗎咯。咁但係如果你存款夠嘅話，你唔會擠提㗎嘛，啱嘛？但係你存款唔夠嘅話咧，就出問題㗎啦嘛，係嘛？所以弟兄姊妹，聖經作者可能亦都提醒緊我哋，趁你年輕嘅時候，你就好好咁樣儲錢啦。咁你話喂，我而家年長咗喎，點算啊？我50幾歲啦，咁點算啊？仲得嘅，仲可以儲嘅。不過你幾十年都唔儲嘅話，而家儲就艱難啲咯。你上一次同你老婆、同你老公講我愛你係幾時啊？各位記唔記得啊？3日之內嘅，請你舉一手。後生女啊！我就日日同我老婆講嘅，一個禮拜啦，哇係1個月啦。喂嗱，你唔好怕尷尬唔舉手喎，唔係我以為你哋唔講喎，原來一直以嚟都1個月啦。哇！你唔好話我聽3個月都冇同你配偶講我愛你喎，係咪啊？我哋耐唔做就唔識做啊！我哋耐唔做就唔記得點做啊！又係 by research 嘅，話俾你聽啦。點解嗰啲空巢期嘅婚姻成日出問題啊？好多空巢期婚姻出問題㗎。20-30年守護孩子啊嘛，係咪？兩夫婦為咗細蚊仔努力啊嘛。
華人家庭就係咁噶啦，將所有精力放喺小朋友嗰度噶嘛，為小朋友嘅好處，兩個走埋一齊就係傾小朋友嘢噶嘛。20年、30年冇好好咁樣去建立婚姻，到細蚊仔離巢之後，我面對我老公，面對我老婆，點算啊？我有個 case 就係咁樣啊。老公退咗休之後，仔女出晒去啦，結晒婚。個太太啦，老公退休半年，佢就 depression。點解呢？從前好自由自在，照顧小朋友，老公返工好忙。而家呢，我8點鐘又要沖杯咖啡俾佢，11、2點又要諗下去食乜嘢。我去買餸，佢又跟住我。夜晚又煮飯，但係佢咩都唔做喎，跟住我嘅啫喎。個老婆覺得壓力好大啊！以前呢，佢又去返工，我照顧小朋友，我做自己嘢。而家小朋友唔使照顧啦，退晒休乜都冇。哇！跟住突然間走埋一齊嘅時候，唔知點算。個太太壓力好大。弟兄姊妹，小狐狸喺我哋年華正盛，或者喺我哋仲有嘅時間裏邊，好好咁樣去儲下你哋嘅存款，係重要㗎，係重要㗎。無論係點樣嘅解釋，對於小狐狸，弟兄姊妹，雅歌嘅作者提醒我哋要把握時機，要珍惜當下。你話過去嗰10年、20年我冇好好做喎，唔緊要㗎，我都好緊要㗎。其實，你而家做咯，你而家聽完之後，你咪去諗下點做咯，你咪去諗下點樣建立咯，係咪啊？仲有呢？仲有要打倒一切衝擊住二人關係而嚟嘅挑戰。嗱，咁樣嘅理解其實我哋好熟悉㗎。要兩個人一齊打倒衝擊我哋關係而嚟嘅挑戰係乜嘢意思啊？其實就係我哋上次提及到創世記裏邊所講到，上帝將空虛混沌、淵面黑暗變得而家嘅秩序井然。我哋啦。我哋就係要努力去維持秩序，繼續打敗黑暗咯，繼續打敗嗰個空虛混沌咯，繼續打敗我同我配偶之間一啲唔好嘅嘢，攞開嗰啲障礙，以至到秩序仍然可以維持落去咯。嗱，呢個就係雅歌書要我哋明白嘅。小狐狸係乜嘢啊？係我哋失去咗嘅年華，不過活在當下。今日我哋仍然有可以做嘅事情㗎。我好希望你聽完之後，你會好努力去諗點樣同你嘅配偶去建立親密關係，攞開你哋中間嘅障礙。仲有啦，小狐狸亦都可能係你嘅工作，可能係你嘅原生家庭、經濟嘅問題。唔好以為第三者一定係異性。將我嘅配偶攞走咗，以致我唔再同我嘅配偶親密互動，嗰個就已經係小狐狸嚟㗎啦。嗰個已經係小狐狸嚟㗎啦。嗱，如果係咁嘅話，我哋就明白，經過咗捉拿小狐狸之後，2章16節。聖經講乜嘢？2章16節話：良人屬我，我也屬他。呢一句說話呢，其實就唔會僅僅只係男女主角佢哋愛情綻放嘅時候好情緒化嘅一個表達咯，唔會㗎。我願意，你記唔記得你上次講我願意係幾時啊？結婚嗰陣時，咁你對上帝冇講過我願意㗎，其實。可能好耐噶咯。我願意所承載嘅唔係情緒嚟噶，弟兄姊妹，其實係一個一生嘅承諾嚟噶，以我嘅一生嚟到去好好咁樣見證婚姻關係嘅美好啊！嗱，所以婚姻家庭嘅學者提緊我哋喺一個家庭嘅裏面，成個家庭系統裏邊。有婚姻嘅關係，有親子關係，有小朋友兄弟姊妹關係。最重要嘅係邊一個啊？
最重要嘅從來係婚姻關係。不過有 by research 啊，華人嘅家庭呢，都係以親子關係為主㗎，係咪啊？小朋友一出世之後，我哋就放好多時間落去親子嘅裏面，以致我哋忽略咗好好咁樣嚟到去建立婚姻關係。但係婚姻家庭嘅學者提醒我哋，整個家庭系統裏邊嘅3個次系統，深少少嘅夫婦嘅次系統、親子嘅次系統、兄弟姊妹嘅次系統裏邊，最重要嘅係婚姻，係婚姻。所以唔應該僅僅只係將我哋嘅時間心思放落去親子，卻應該好好建立婚姻。有舊約嘅學者就講緊，良人屬我，我也屬他，呢一句説話，既係表達緊男女主角之間佢哋嗰種共同委身嘅協定，並且女主角嗰一句呢，你是屬我的呢句説話呢，好有意思。唐幼之博士佢將呢一句説話呢，翻譯佢嘅表達係女主角講緊係乜嘢？你是屬我的，係講緊你是我第二個己，好似好複雜喎呢句中文嚇。你是我第二個己啊，咁即係點樣啊？你係咁樣認同你個伴侶就係第二個己嘛？係嘛？佢係唔係你嚟㗎？乜嘢意思？呢個咪正正就係創世記所講二人成為一體咯。我哋係一嚟㗎，我同我太太從來都係一嚟㗎，我哋唔係二嚟㗎。所以我重視我自己嘅時候，亦都應該重視我太太，因為佢就係我，我就係佢。男女主角，佢哋彼此認定，以致佢哋都唔會再同其他異性嚟到產生關係。嗱，亦都有舊約嘅學者咁講，喺創世記裏邊，上帝從起初喺伊甸園裏面，係要男女結成夫妻，彼此相屬嘅。當上帝將夏娃帶到亞當面前嘅時候，亞當講乜嘢嘢啊？你記唔記得咧？你結婚嘅時候咧，牧師唔係牧師哦，你嘅外父啊，將你太太從禮堂後邊帶到嚟前邊啦，未將隻手交俾你嘅，係咪咁㗎？如果你喺禮堂教堂行禮嘅話，係咪？當你外父將你太太隻手交俾你嘅時候，你同你外父講乜嘢嘢啊？記唔記得啊？唔記得啦，梗係。其實我都唔記得，係嘛？我一嚟好緊張，二嚟咁唔通同外父講多謝你外父咁係嘛？唔記得㗎。上帝將夏娃帶到亞當面前嘅時候，將嗰隻手交俾亞當嘅時候，亞當嘅回應係：這是我骨中嘅骨，肉中嘅肉。嗱，如果你有第二代、第三代嘅仔女結婚咧，你就教定佢啦。當你外父將你太太嘅手交俾你啦，你同你外父講：這是我骨中嘅骨，肉中嘅肉。其實好感動㗎，其實好感動㗎。呢個係我骨中嘅骨，肉中嘅肉。嗱，不過我哋唔係好習慣咁樣去講嗬。其實係嘛？嗱，呢一句説話咧，聖經學者話：你是我骨中嘅骨，肉中嘅肉，正好就同良人屬我，我也屬他，係一個互相呼應嚟嘅。所以第2章16節女主角嘅説話呢，可能係意味緊佢哋兩個人進入婚姻關係嘅裏邊。換句話講，呢一度好可能係表達緊男女主角喺婚姻關係上面一個嘅協定承諾。你明我意思嗬？嗱，冇關乎跟住落去第3章啦。除咗3章第1至到第5節係一個女主角嘅夢境之外啦，3章第6至到16節啦。嗱，我哋冇時間去睇嗰度啦。如果你想詳細了解嘅話咧，好簡單嘅啫，出邊買書，等他自己情願啊。咁啊有好詳細解釋嘅。3章6至到11節啦，就記載住成個婚禮嘅盛況。
嗱，翻去4章16節，4章16節嘅起頭，和合本聖經咧就譯做咧北風啊興起，南風啊吹來。不過希伯來文聖經嘅開始咧係興起呢一個字，係興起呢一個字。現代中文譯本就譯做咧醒起來。嗱，呢一個詞都出現過㗎，喺邊度呢？2章第7節同埋3章第5節都分別出嚟。喺2章同埋第7節同埋3章第5節咧，呢兩節裏邊咧分別就譯做咧驚動同埋叫醒。你記得啦，我哋第一堂嘅時候都提過啦，不要驚動，不要叫醒我所親愛的，等他自己情願。弟兄姊妹，從不要驚動，不要叫醒，去到第4章呢一度醒起嚟啊，興起啦。從上文第2章所提及到新娘嘅排他，唔應該有第三者插入嚟二人嘅婚姻關係裏邊㗎。所以點解聖經裏邊好多時將婚姻對比好似人同上帝嘅關係，或者調翻轉人同上帝嘅關係如同婚姻一樣呢？因為唔能夠有第三者，排他㗎，完全排他㗎，係咪？而家新娘呢？新娘邀請新郎進入自己嘅花園，4章16節裏面話吃他佳美嘅果子。大概呢一度就係佢哋關係最高峰、最親密嘅時候。而事實上，新娘喺呢度呢，亦都唔僅僅係花園。透過佢哋兩個人咁親密嘅聯繫，新娘其實係成為咗新郎自己嘅花園。成為咗新郎自己嘅花園，你聽得明嗎？現代中文譯本譯做他的園中，呂振中譯本譯做咧他自己的園子。5章第1節，5章第1節話：我妹子，我新婦，我進了我嘅園中，採了我嘅沒藥和香料，吃了我嘅蜜房和蜂蜜，喝了我嘅酒和奶。我嘅朋友們，請吃我所親愛的，請喝，且多多地喝。嗱，呢度係新郎對新娘嘅回應嚟，進入同新娘嗰種親密，甚至聖經學者話呢，可能係進入緊一個性嘅關係嘅裏面。希伯來文聖經喺呢一度呢，沒藥、香料、蜜房、蜂蜜、酒同埋奶，喺呢6個名詞之後呢，嗱，深少少。喺呢6個名詞之後咧，希伯來文咧都有一個後綴詞，一個 suffix， 即係咁嘅意思啦，即係解作我的，即係我的沒藥、我的香料、我的蜜房、我的蜂蜜、我的酒、我的奶。而呢一度咧係用緊3個雙重嘅對象嚟到去表達新郎好整體嘅經驗。所以如果從親密愛情嘅角度嚟到睇嘅話，呢一個節經文顯然係暗示緊男女主角佢哋嗰種性愛嘅經歷。呢一節經文係雅歌嘅中心，咁好可能係因為男女主角已經進入到婚姻關係，同埋享受緊喺婚姻關係裏邊嗰種性嘅親密，其實係好温馨、好温暖、好浪漫、好彼此坦誠敞開嘅關係。不過再讀啦，我哋好快啊，睇咗幾章聖經嘅，其實再讀落去5章第2至到第8節，問題就嚟啦。5章第2至到第8節講咩呢？嗱，如果你有和合本聖經，你可以睇住和合本，我呢度都打咗出嚟噶啦。不過為咗一張 PowerPoint 嘅緣故呢，啲字細咗少少。我仍然都鼓勵弟兄姊妹攞聖經噶，帶聖經出街噶，要去崇拜嘅時候啊。5章2至8節。我身睡餓，我心卻醒。這是我良人嘅聲音，他敲門說：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鴿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給我開門，因我嘅頭滿了露水，我嘅頭髮被夜露滴濕。我回答說：我脫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腳，怎能再玷污呢？我嘅良人從門孔裏伸進手來，我便因他動了心。
我起來要給我良人開門，我嘅兩手滴下沒藥，我嘅指頭有沒藥汁滴在門閂上。我給我嘅良人開了門，我嘅良人卻已轉身走了。他說話嘅時候，我神不守舍，我尋找他，竟尋不見。我呼叫他，他卻不回答。城中巡邏看守嘅人遇見我，打了我，傷了我。看守城牆嘅人奪去我嘅披肩。耶路撒冷嘅眾女子啊，我囑咐你們，若遇見我嘅良人，要告訴他，我因思愛成病。第8節好得意噶，其實你成日都做嘅。弟兄啊姊妹話俾我老公聽，話俾我老婆聽，我等緊佢翻嚟，係嘛？第2至8節係帶出緊一啲問題。呢一個小嘅段落咧，第2至到第8節記載緊女主角嘅故事。嗱，弟兄姊妹，雅歌好似我頭先咁講啦，就係咁跳脱噶啦。第1節先至係男主角嘅説話，嗱一轉頭咧就係女主角啦，就已經係女主角啦，係咪？係咁跳脱噶。嗱，關於呢7節聖經啦，聖經學者首先去問嘅係，到底呢度係記載緊一個女主角佢嘅夢境啊，抑或係佢真實嘅經歷啦？因為聖經話我身睡餓，我心卻醒啊嘛。咁你其實係瞓着覺啊，抑或其實你未瞓着嘅咧？係佢真係聽到男主角喺度敲門啦，抑或只係發夢啦？有舊約嘅學者話，第二節中間所記嘅嗰個敲門嘅聲音咧，係一個隱喻嚟㗎。嗱，咁樣正好暗示緊女主角好想能夠同男主角有深層次交流嘅嗰種嘅渴望，以致佢會有咁樣一個敲門嘅想像，或者係夢境啦。並且咧，呢一個亦都係導致佢心裏邊好唔安定嘅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嗱，換句話講咧，女主角正正喺呢一刻係處於一種精神壓力好沉重嘅狀態，佢就好似失去咗意識同埋能力咁樣樣。而咁樣嘅狀況呢，亦都正好同5章第8節所講，我因思愛成病係配合嘅。你可以睇到女主角嘅狀況，所以女主角佢當下嘅狀況基本上同沉睡咗嘅狀態咧係好相似嘅，明白我意思嗬？嗱，要了解呢幾節聖經到底係女主角嘅夢境，因為係真實咧，咁我哋又要走翻入去經文裏邊揾答案。第二節嘅下半部分咧，值得我哋深入嚟到去了解嘅。NIV 將第2節嘅下半節嘅開頭譯做 My beloved is knocking, open to me。換句話講咧，求你給我開門。喺和合本聖經裏邊，呢句説話咧應該係放喺新郎對新娘嗰4個昵稱之前，同和合本嘅次序咧有啲唔同嘅，即係話咧，求你給我開門，我嘅妹子，我嘅佳偶，我嘅鴿子，我嘅完全人。嗱，應該係咁樣嘅個次序。另一方面，呢度和合本聖經譯做求。求呢個字帶出咗咧，好似係新郎向新娘嘅請求咁樣樣。但係請求呢一個字喺希伯來文裏邊咧，如果譯做求咧，唔係譯得好好嘅，因為咧希伯來文聖經裏邊咧，呢度係一個命令嘅語氣嚟㗎。嗱，所以弟兄姊妹，呢一度其實更好嘅翻譯咧，就唔係譯做求你給我開門，應該係譯做咧開門俾我啊，開門俾我啊。明我意思嗬？開門俾我，而喺開門俾我之後呢，新郎所用嘅4個昵稱，你讀落去呢，彷彿好似有一種咧聖經學者所描述嘅排山倒海咁樣嘅氣勢嚟㗎，好急促嘅語氣㗎。換句話講，聖經嘅作者係要我哋感受到新郎對新娘嗰一份好激烈、好熱烈追求嘅愛情。
有舊約嘅學者又咁講，呢一道門呢，大概可以有兩種含義。第一係實際將佢哋兩個分隔嘅一道門。第二，呢個係一個相關語，係指到新娘身體嘅門，兜個圈咁樣咧嚟到表達緊咧新郎對性方面嘅期待，要求新娘能夠向佢敞開心扉，哪怕佢正係處於一種唔係好舒適嘅狀況，好似聖經所描述咁樣，我嘅頭滿了露水，我嘅頭髮被夜露滴濕，喺外邊沾滿咗露水，頭髮都濕晒。哪怕佢嘅狀況係咁樣，佢好想新娘回應佢。咁到底5章2至到第8節係真實嘅事件，抑或係夢境呢？嗱，舊約嘅學者就話其實好難查清楚㗎，不過亦都唔使查清楚。事實上係夢境，抑或係真實呢？唔係好重要㗎。咁重要嘅係乜嘢嘢？重要嘅係乜嘢嘢？簡單嚟講，新郎好想新娘能夠明白自己喺外邊嘅辛勞，好想返到屋企能夠得到新娘嘅回應，甚至期待住可以進入親密嘅時光嘅裏面。所以喺呢一刻呢，佢係帶住一份期待嘅心情，同時亦都係帶住一份歡欣期盼嘅情感返到屋企㗎。無怪乎有開門俾我啊！我嘅妹子，我嘅佳偶，我嘅鴿子，我嘅完全人。呢一個好急促、好強烈嘅表達，即係咩呢？你做完嘢返屋企之後呢，會唔會好期待你嘅老婆或者你嘅老公都係咁熱烈回應你㗎？你做完嘢一返到屋企，一開門嘅時候，你嘅配偶喺門口等緊你啊，然後熱烈咁樣攬住你啊，抑或其實佢喺廚房做緊嘢啦，或者喺房瞓緊覺啦，或者係廳睇緊電視啦，好似冇乜理過你返嚟咁樣樣，其實係點㗎？我哋結咗婚20幾年，師母就唔俾我講嘅，因為佢話呢啲係我哋兩個人嘅秘密。我話算啦，呢個世界邊有秘密㗎？都唔係，其實我哋自己又應該唔講嘅。其實師母唔好太尷尬啊！你返到屋企唔好打我一陣間。我話俾你聽啊，真㗎！我哋20幾年嚟，我好多時夜返嘅，因為教會工作啊，喺香港又係啊，教書又係啊。我其實一開門呢，師母就會企喺門口㗎啦，真㗎，20幾年都係咁。然後呢，嗱，佢唔俾我講嘅呢句，不過算啦，師母係咪啊？然後佢會錫我一啖㗎，咁多年嚟都係咁㗎。跟住我會攬住佢㗎，攬一陣㗎。20幾年都係咁。唯一有啲時間唔會咁做係幾時呢？第一就係可能我真係出差啦，去咗 camp 啦，咁佢 camp 點會做到呢？係咪？或者有段時間我喺神學院教書嘅時候呢，咁我有時夜晚好夜返啦，咁佢就會喺山上，你知道神學院喺山上㗎嘛，長洲要行20分鐘落山，喺碼頭嗰度10點7個字喺碼頭接船㗎，佢會落嚟10點7喎，咁有時啲學生撞到佢呢，就陪住師母落嚟接我船咯。咁你冇理由喺碼頭錫㗎嘛，係咪啊？我哋唔係西化到咁緊要啊嘛，係嘛？咁所以我哋仲係好矜持嘅，唔會喺嗰度當住咁多街坊啊，當住啲學生喺度攬住錫唔得㗎。咁啊唔會㗎。但係我話俾你聽，20幾年嚟，我哋都係咁樣嘅。我哋都係好熱切，調翻轉都係㗎。我有時我喺屋企做嘢，知道佢翻嚟個 garage 個門一隻咁樣開啦，咁我就會匿喺 garage 嗰度門後邊㗎啦，就嚇鬼佢啊嘛！佢一入嚟就嚇鬼佢㗎啦，係咪？好開心㗎，有時嚇鬼佢，即係嚇一嚇驚一驚咧。咁而家唔驚啦，因為佢知道明知我會咁做啊嘛。其實係咪？係喎，
嗱，我話俾你聽啦，你唔好以為即係我哋唔係我哋結婚20幾年啦，唔係後生仔嚟㗎啦，其實都人到中年過外啦，係咪過咗半百㗎啦？其實我哋仲係好開心㗎喎，對於呢啲日子、呢啲經歷、呢啲時光，做到㗎喎，做到㗎喎。你話喂幾十歲啦，唔做呢啲嘢㗎啦，咩唔做呢啲嘢？我諗我會繼續做落去㗎。你做唔做咧？弟兄姊妹，嗰份熱切嘅期待，現實啲咁講，就好似剛才所提啫嘛，存款嘅練習嚟㗎，係你哋兩個關係穩固嘅存款練習。不過咁樣嘅經歷呢，從心理學嘅角度或者醫學，令你享受一種咁樣快樂嘅時光，你嘅腦裏邊釋放多巴胺，你更快樂嘅時候，你個系統被激活嘅時候，好深喎呢啲嗬。咁你未發覺哇？嗰份婚姻關係原來1年、2年、10年、20年、30年都可以咁樣嘅喎，得唔得㗎？弟兄姊妹，得。我話俾你聽，我係一個見證嚟㗎。我真係我好開心㗎。我同我太太一齊嘅時候，弊啦！一陣間師母，你而家出去嘅時候唔好笑佢啊！我話俾你聽嚇，你唔好同師母，師母你咁唔好笑佢。弟兄姊妹，關係就係可以咁美好㗎。男主角、女主角，佢哋嗰種熱情、熱切嘅期待，就係一份咁樣嘅關係嚟㗎，係咪？嗱，不過喺故事裏邊，你再讀落去啊，你再讀落去，你發現，女主角點解冇正面去回應男主角嘅呼求嘅？冇㗎。無論係第3節裏邊，佢話我脫了衣裳，抑或係我洗了腳。女主角其實就係要話俾個老公聽，話俾新郎聽，我而家唔想，我唔想。你睇見話新娘喺呢一度嘅回應，同上文一直以嚟俾我哋見到好唔同㗎。你記得第1章我哋上次講女主角同男主角嗰份好激烈嘅愛情嗎？甚至係剛才我哋讀到第4章16節，記載住新娘邀請新郎進入自己嘅花園，吃佢佳美嘅果子。但係點解呢一度新娘對新郎係咁冷淡嘅呢？有聖經學者就話，藉住一個咁樣嘅夢境，雅歌嘅作者係要帶出新郎同新娘佢哋兩個人之間嗰種失敗嘅溝通。對於男主角所用嘅言語，第2節嘅下半節同埋行動上嘅表達，女主角冇即時回應。於是乎導致男主角就離開，轉身就走啊！第6節，導致男主角離開之後呢，女主角喺第6節就話佢又要再次尋找男主角喎。點解係再次呢？因為第3章第1至到第5節第一個夢境裏邊呢，已經係第一次尋找嚟㗎啦。不過我哋冇時間去睇第3章嗰度，所以嚟到第5章呢，女主角又要去揾男主角。所以等陣你可以見到，佢哋兩個人好似陷入咗一個互動溝通上面嘅困難咁樣樣。你睇下第4至到第6節啦，第4至到第6節。我嘅良人從門孔裏伸進手來，我便因他動了心。我起來要給我良人開門，我嘅兩手滴下沒藥，我嘅指頭有沒藥汁滴在門閂上。我給我嘅良人開了門，我嘅良人卻已轉身走了。他說話嘅時候，我神不守舍，我尋找他，竟尋不見。我呼叫他，他卻不回答。從新郎嘅伸手到新娘嘅動心，以至新娘嘅起來，但係新郎呢就轉身走咗啊！佢哋兩個人好似完全冇對應對方嘅行動。原本新郎想嘅，新娘係唔想；到新娘想嘅時候啦，新郎又唔想。有時夫婦兩個人嘅互動溝通嘅關係，好值得我哋去思考，其實係一個點樣嘅模式。美國一個好著名嘅心理學家 John Gottman 佢就提到啦，
婚姻關係裏邊會有4種好破壞關係嘅互動，係邊4種呢？批評、指責 （criticism）。有批評有指責嘅話呢，就會有乜嘢啊？防衛咯 （defensive） 係嘛？有批評就會有防衛㗎啦，一個攻一個守係嘛？有時就係跌入咗一種咁樣嘅好負面嘅溝通裏邊㗎啦。唔知點解從前嘅親密甜蜜嘅語言而家冇咗嘅。我有啲 client 就係咁講㗎啦，返到屋企啦，好似喺公司咁樣樣嘅，喺公司俾老闆捽，返到屋企就俾老婆捽咯，係咪？咁點啊？防衛，從批評防衛 ，John Gottman 話俾我哋聽，再發展得差啲啦，冷嘲熱諷、單單打打、冷言冷語。從前係批評，從前係防衛，而家我唔同你玩啊，我唔同你鬧啊，單單打打，單單打打到一段時間之後啦。John Gottman 講乜嘢啊？唔再單打嘅話會點啊 ？Stonewalling， 築牆、隔絕，唔同你玩，直頭唔同你玩，直頭將你隔開去啊！弟兄姊妹，婚姻嘅關係、親密嘅關係，我同我嘅配偶到底喺一個點樣嘅溝通嘅形態裏邊呢？有冇咁樣好似 John Gottman 所講，批評、指責、防衛、冷言冷語、冷嘲熱諷，甚至互不理睬呢？甚至互不理睬。到底我哋嘅關係裏邊，我哋嘅溝通有冇出現咗一啲病態？最慘係乜嘢？最慘係呢啲病態唔係一日兩日啊，係1年、2年、10年，慢慢形成咗一個惡性嘅循環，好堅固、好堅實咁樣，變成咗我哋生活嘅常態。咁你話我仲點樣可以逃離呢啲問題啊？好難。唔緊要，你出去攞張卡片，約個時間，唔好介意我成日要賣廣告啊嚇。咁我搞得個聚會，梗係要賣廣告噶嘛，係嘛？出去攞張卡片。如果唔係，我邊有嘢做啊？係嘛？嚇！我同你一齊去經歷，去走呢條路。有冇一啲咁樣嘅問題？再讀落去第7節啦。其實第7節同前面第2至到第6節咧，好似有啲唔同㗎。因為第7節係一節好難解嘅聖經嚟㗎。第7節話：城中巡邏看守嘅人遇見我，打我、傷我；看守城牆嘅人奪去我嘅披肩。好暴力嘅一節聖經，好難解嘅聖經。點解城中巡邏看守嘅人要咁暴力去到對待新娘呢？到底呢度講乜呢？所以雅歌唔容易理解。呢一班人好明顯咧，係新娘喺第一次噩夢，即係第3章第1至到第4節裏邊所遇見嘅係同一班人嚟嘅。弟兄姊妹，呢一度或者就係證明咗新娘喺第5章呢一度所遭遇嘅，其實係一個夢境嚟㗎，而唔係一個真實，唔係真實嘅遭遇嚟。但係第3章裏邊呢，第3章講個夢境就冇呢個暴力嘅記載㗎。咁到底我哋應該點樣理解呢節聖經呢？如果我哋將5章第7節放喺夢境裏邊，或者我哋會容易明白啲。咁係咩意思呢？有舊約嘅學者就話喺夢境嘅裏面，新娘後悔冇去為新郎嚟到開門，佢好後悔啊！即使佢之後走到外面尋找，但係佢都揾唔到，佢遇見唔到佢嘅良人，以致喺外面遭遇咗呢啲人嘅暴力對待。嗱，發夢嚟嘅啫，發惡夢啊！而咁樣呢，亦都解釋咗第8節新娘提到思愛成病係一致嘅。發一個惡夢，無怪乎佢會有咁嘅惡夢啊！甚至喺夢裏邊有呢種咁難理解嘅遭遇喺裏邊。咁係咩意思呢？弟兄姊妹，親密關係其實好影響我哋嘅情緒嘅，好影響我哋情緒。
我曾經遇過一對夫婦，60幾歲啦，退休嘅夫婦。個太太好唔開心，係30多年嚟，老公都冇回應過佢嘅訴求，成日喺外邊就話工作，做到好夜，凌晨先至返屋企，唔係好理屋企。屋企照顧嘅所有嘢都係由呢個太太做。個太太覺得一嚟好辛苦啦，二嚟好似冇咗個依傍咁樣啦，冇咗個人陪住自己一齊去睇下啲細蚊仔啊，冇啊嘛。佢覺得個老公好似拋棄咗佢，唔理佢咁樣。到個老公退休啦，60幾歲退休咯，咁應該點啊？返屋企㗎啦嘛，應該係咪？退休之後都繼續揾咗一份 part time 嘅工作，繼續做。話就話 part time， 但返工時間呢 full time 咁上下，甚至又係返到好夜，凌晨1、2點先返屋企。嗱，個老公唔係搞嘢喎，個老公唔係有第三者喺外邊喎，個老公又真係返工。個老婆好唔開心，有一次爆就鬧個老公：你想點啫？退休都仲係咁樣樣，到底有冇理過家庭？你有冇理過我㗎？其實個老公唔出聲，然後個老婆一路鬧。鬧咗一陣，個老公就好強嘅語氣：你嘈完未啊？你鬧完未啊？兩公婆就好似決裂咁樣樣。我想講嘅係乜嘢嘢？我想講嘅係呢個老婆好憤怒，因為佢好似俾老公幾十年嚟都拋棄咗落嚟，冇喺佢眼中好似冇自己咁樣樣。所以個老婆同我傾偈嘅時候，佢覺得好傷心，因為佢有一種好強被遺棄嘅感覺。不過呢種被遺棄嘅感覺實在太 hurt， 佢只有用好惡嘅語氣嚟到去鬧老公。反過嚟啊，個老公亦都唔係冇原因嘅，因為個老公唔係啲好善表達嘅人啦，好怕情緒嘅人啦。所以當個老公面對住個老婆成日都好多批評指責嘅時候咧，個老公驚啊，驚咗之後好似頭先所講啦，返工咯，盡量逃避避免咯。表面上好似逃走咁樣樣，實際上係個老公好多時喺裏邊感到好無力、好無助。我都唔知點樣可以滿足我老婆，我老婆樣樣嘢都唔滿意嘅，我好無能為力，冇人可以幫我。於是乎兩公婆就係咁樣決裂咗。用咗好長時間，因為幾十年嘅婚姻係好多好多嘅故事喺裏邊。除咗俾佢哋睇見嘅係老婆好嬲，老公亦都唔想同佢玩之外，最重要嘅係乜嘢嘢？讓佢哋大家睇見對方。你睇下你老婆，佢嗰份被遺棄嘅感受；你睇下你老公，佢裏邊嗰種好無能為力。係點樣影響緊佢哋兩個？弟兄姊妹，情緒係好多時親密關係裏邊嘅情緒，好親密關係其實好影響我哋嘅情緒㗎，令到我哋享唔享受、開唔開心喺個關係裏邊。唔開心嘅話，我哋會止痛。於是乎呢，心理學家就話俾我哋聽咯：你點樣止痛㗎？梗係將我唔開心嘅嘢隱藏啦，然後咪鬧佢咯。嘈佢咯，指責佢咯，或者有啲人嘅止痛係將我嗰份嘅無能為力、無奈隱藏、壓抑落去，我咪逃避咯，我咪唔同你去接觸咯，我咪逃跑咯。所以好多時夫婦嘅關係就係喺面頭嗰一陣，V 宏宏，你有冇睇以前細個呢？你哋應該有睇㗎。如果我都有睇嘅話，唔好擰頭。細個睇粵語長片啦，《如來神掌》。有冇睇啊？我之前講拖都有講，如來神掌對九索飛靈啊，記唔記得咩嚟㗎？以前嗰啲動畫咧好渣㗎嘛，如來神掌九索飛靈就係咁樣樣，跟住咧，然後會即係啲唔知畫師定咩咧喺個圖片嗰度咧畫個 spiral 嘅嘢，咁就當喺度打緊㗎啦嘛。其實係咪？我哋成日睇見只係面頭嘅嘢嚟㗎，就係佢好惡，就係佢唔理我，但其實裏邊大家都好脆弱。我哋睇唔見我哋嘅脆弱，睇見脆弱先係我哋能夠連結一個好重要嘅地方。
我有一次喺神學院裏邊有個神學院嘅學生，好幾年前啦，佢 send 咗一張圖片俾我，好細啊！呢張圖片個字啊，圖片下邊有一句説話，佢寫住呢：願意向對方呈現自己嘅脆弱，表達內裏真實嘅需要，絕對唔係弱者，係親近對方嘅一份勇氣。但係婚姻關係裏邊嗰種緊張嘅狀態呢，好多時卻使到我哋進入咗一個死胡同咁樣樣，轉咗入去個絕路咁樣樣，陷入咗冇辦法逃離嘅嗰個境況。我有對 client， 個太太有一次喊住咁同我講，佢話咩呢？佢話好多時候我心裏邊好想我老公可以拖住我手，可以親下我。事實上我老公好耐都冇咁做啦。個老公點講啊？個老公話：我唔係唔想拖佢，只不過好多時喺晚飯嘅時候，我就係睇住佢攞住手機喺度傳短信。既然佢都唔想溝通咯，咁我做乜要理佢呢？丈夫講㗎。個太太跟住點講啊？佢話係，其實有時我真係工作需要，但係另一方面呢，我係要同佢對着幹啊。既然佢都唔想同我親近咯，我咪攞住手機嚟到拱開佢咯，唔同佢玩咯，唔同佢溝通咯，將佢打倒咯。個老婆咁講喎，個老公聽完之後講咩啊？佢話：牧師，所以點解我唔拖佢手啊？點解我要回應佢啫？佢根本就唔想同我溝通，係嘛？明白呢個故事嗬？大家就係喺咁樣嘅憤怒不滿嘅情緒裏邊 ，we 混混 we 混混。呢個係我喺輔導面談裏邊一個好真實嘅片段，冇關乎佢哋兩夫婦2年嚟都冇拖過手，2年嚟佢哋進入咗一個好僵持嘅狀態。事實上，咁嘅情況唔單止使到佢哋溝通唔到，而呢一種嘅狀況亦都使佢哋嘅距離越嚟越遠。咩意思呢？失去咗連結，夫婦關係裏邊失去咗連結，使到佢哋嘅婚姻關係就係陷入咗不安同埋憤怒咯。失去連結，使到佢哋唔再願意向對方嚟到表達我心裏邊所想嘅嘢咯。我要保護自己啊嘛。失去連結，使到佢哋建立起一種自我保護嘅牆，避免受到對方嘅傷害咯。我唔想你傷害我，所以我先傷咗你先。失去連結，使佢哋再冇勇氣嚟到向對方講 I need you， 我需要你，講唔到落去。事實上，呢位太太最深處嘅渴求係乜嘢啊？係同丈夫嘅連結，牽手親下。只可惜嘅係丈夫對太太好多嘅不滿，使到呢個太太冇得到丈夫嘅親近，反過嚟做丈夫嘅呢，佢嘅心裏邊係渴望能夠同佢嘅太太靠近噶。可惜嘅係因為佢太太藉住手機所做嘅防衛或者係攻擊，以致佢再冇辦法同對方靠近。正因為呢一份內在嘅脆弱，使佢哋越走越遠，好似再冇能力逃離困境咁樣樣。所以有一次後嚟我同佢哋傾，我聽到你哋話緊俾我哋聽，話緊俾我聽同一個信息係乜嘢嘢？老公，我好想你可以拖住我。老婆，我都好想你可以親近我。係啊，你哋而家好似打緊仗咁樣樣，但你諗下，喺你最心底深處，你老公話緊俾你聽，佢好想你可以親近佢。你老婆都話緊俾你聽，
佢好想你可以拖住佢。我講完之後，佢哋兩個喊，然後我都唔使叫佢做啲乜嘢，一路喊之後，個老公就拖住個老婆嘅手。弟兄姊妹，婚姻嘅關係，雅歌書並冇隱藏一個事實。你唔好以為好似我哋開始嘅時候所講，哇！伊甸園個美好，梗係樣樣都好啦，100分嘅，唔係。雅歌書冇隱藏一個事實，婚姻關係裏邊，夫婦兩個人有時候係會失去咗連結嘅，甚至犯錯㗎。創世記第3章咪係咁咯，犯完錯之後呢，互相指責啊嘛。唔關我事㗎，係佢叫我食㗎咋，唔關我事啊！蛇叫我，乜嘢都唔關你，邊個關事啊？其實係咪？唔通係上帝係嘛？唔得咁樣。夫婦關係有時會失去連結㗎。不過我哋要謹記啊，要學懂修復二人嘅關係，唔係逃避，唔係假裝，好好咁樣同你嘅伴侶去溝通，並且學習聆聽你伴侶最深層次裏邊嘅需要係啲乜嘢嘢？呢種嘅復和係建基喺邊度啊？係建基喺當日你喺上帝面前嘅立約啊！係建基於喺一個咁嘅約嘅裏面，我哋先至能夠鼓起勇氣突破障礙，尋求復和。所以我啲家人好好㗎，我啲家人佢真係嚟揾我嘅時候，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動力，話俾我知，亦都話俾配偶知，我好想去改變咯。如果唔係就唔嚟啦，係咪？咁所以你哋要多啲嚟啊！哦，幫你做下身體檢查都好啊嘛，係咪？呢首詩俾我哋睇見男女主角喺婚姻關係上面嘅麻煩、溝通嘅障礙、誤解、追逐逃避、情感嘅糾纏，事實上呢一切都對婚姻關係有好深遠嘅影響。但係喺共同委身嘅承諾底下，關係嘅重建仍然係可以做得到㗎，而最終仍然係可以享受嗰份親密關係裏邊嘅喜樂同埋滿足㗎咯。明我意思嘛，弟兄姊妹？求上帝幫助我哋。弟兄姊妹，假如我哋嘅關係跌入咗一個咁樣嘅狀態裏面，出現咗問題，或者我 detect 到我哋嘅關係有啲障礙，快啲處理咗佢。有乜嘢唔能夠同你老婆同你老公去坦白溝通去講啫？係咪？乜嘢都可以講嘅，乜嘢都可以傾嘅，唔需要隱瞞。唔需要收埋喺心裏邊嘅，只要收埋喺心裏邊1日、2日、3日嘅話呢，咁就發酵噶啦。發酵呢，跟住就裂縫咯。裂縫之後呢，就會出現問題，然後呢，嗰個小狐狸，記得嗬？會唔會就係咁樣破壞緊我哋，令到我哋嘅裂縫越嚟越大啊？求上帝幫我哋，求上帝幫我哋互動關係嘅重建，互動關係嘅重建。如果你唔懂得點樣去重建嘅話，都係嗰句啦，嚟揾我啊，或者去買書啊，係咪？聽到冇反應嘅，大家已經呢句説話已經係嘛？或者出去買書啊，為婚姻説故事咧，就係用緊一個咁嘅 theory 嚟到去寫嘅書嚟嘅。求上帝幫我哋。我預備上次嗰首詩歌同大家再唱嘅，我請敬拜隊嚟到上台上邊啦，嚟到一齊有啲詩歌回應嘅時間啦。我好想請敬拜隊能夠幫我哋唱一次，成首歌唱一次。喺唱一次嘅過程裏邊，我好想你眯埋眼，有啲祈禱嘅時間。如果你同你老公老婆都喺度，兩夫婦都喺度㗎，你不妨都拖住佢嘅手，同佢一齊祈禱又得，拖住佢嚟到你自己祈禱亦都得。如果你配偶唔喺度嘅，正如我上次咁講，你自己雙手合十，為你亦都為佢祈禱，好唔好啊？我請敬拜隊幫我唱一次呢首詩歌，大家有祈禱嘅時間。
願意給你整個的生命，無論是苦楚快樂，我願仍然給你，盼望你傾聽，盼望你安慰，讓我的一生分秒每刻也有着你，我願意跟你走過一生路，前面是崎嶇滿途，我願仍然跟你，盼望你鼓舞，盼望你牽引，讓我的一生分秒每刻永遠屬你。天父上帝，求你聽我哋嘅祈禱，因為你提醒緊我哋講我願意嘅時候，唔會僅僅只係一個情感嘅表達，其實更係我哋委身嘅承諾，係我哋二人成為一體，好好去經歷我哋人生往後嘅每一天，直到我哋再見主面嘅時間。係啊，主可能喺過去嘅日子，我哋有做得唔好嘅地方，或者我哋跌入咗一啲嘅困難嘅裏面。但天父求你幫我哋，藉住今日嘅呢一段聖經，藉住雅歌書裏邊男女主角佢哋嘅愛情故事，提我哋冇所謂100分嘅美好，重要嘅係喺唔完全裏邊，我哋點樣一齊去到衝破困難，點樣一起將空虛混沌、淵面黑暗攞走，以致我哋能夠建立起上帝你喜悅嘅秩序，以致我哋嘅婚姻關係、我哋嘅家庭關係都能夠有咁樣嘅一份嘅親密。上帝你期待，我哋知道你期待嘅唔會僅僅只係我哋自己嘅婚姻關係嘅美滿㗎，我哋知道你所期待嘅係我哋成為你嘅見證，讓世人知道婚姻嘅美好，喺主裏邊親密關係嘅圓滿，讓周圍嘅人知道我哋能夠靠住上帝好好建立呢一份愛情。求你聽我哋禱告，剛才弟兄姊妹喺位裏邊有唔同嘅心裏邊要講嘅說話，願你聆聽，願你垂聽，願你幫助我哋。我哋咁樣禱告，奉靠救主耶穌基督嘅聖名，阿門。我哋起立一齊唱呢首詩歌，我哋唱2次啊！我願意給你整個的生命，無論是苦楚快樂，我願仍然給你，盼望你傾聽，盼望你安慰，讓我的一生分秒每刻也有着你，我願意跟你走過一生路，前面是崎嶇滿途，我願仍然跟你，盼望你鼓舞，盼望你牽引，
讓我的一生分秒每刻永遠屬你。我哋再唱一次，我願意給你整個的生命，無論是苦楚快樂，我願仍然給你，盼望你傾聽，盼望你安慰，讓我的一生分秒每刻也有着你，我願意跟你走過一生路，前面是崎嶇滿途，我願仍然跟你，盼望你鼓舞，盼望你牽引，讓我的一生分秒每刻永遠屬你。求上帝聽我哋禱告，我哋喺地上仲有好多年日未完㗎，我哋仍然可以喺我哋擁有嘅年日裏邊，好好咁樣去同我嘅太太、同我嘅丈夫一齊走落去，直到我哋再見主嘅面。求天父聽我哋祈禱，奉靠我哋救主耶穌基督嘅聖名，阿門。請坐。我哋第二日嘅信息，下一個禮拜六同樣時間，我哋有第三堂嘅信息，我哋就講第8章，我哋好熟嘅嗰兩節聖經啦。到底嗰兩節聖經點樣嚟到去理解呢？我哋下一次會深入同大家講嘅。每一次我都要咁樣去做呢個致謝嘅。好多聚會都係最後先致謝㗎，但我好想每次都致謝，係因為呢，我心裏邊係好感動。即係以勒中心，正如我上次所講，係一個人嘅中心嚟嘅啫。我哋乜嘢資源都冇㗎。不過當我想搞呢個活動嘅時候，有以上呢幾個單位好努力、好用心嚟到幫助我哋。好多謝列治文華人協和教會，特別 Connie 同埋阿 Tim 兩夫婦，佢哋俾咗好多幫助我哋啦。Connie 企後邊，阿 Tim 喺最後嗰行嚇。你哋做咩唔坐埋一齊啊？因為佢哋有嘢做啊。佢哋係好好嘅弟兄姊妹，好每個星期都幫我哋預備好多呢個場地嘅需要。協和教會嘅崇拜係11:45，聽朝早喺呢度會有崇拜嘅聚會嚇，又咁啱聽朝我喺呢度講道㗎。咁如果大家有時間嘅話，都歡迎你嚟。我哋係讀緊呢彌迦書第4章。你話我唔知彌迦書講咩喎？唔緊要，一陣間話俾你聽。我唔會喺呢度講彌迦書嘅，不過係我哋多謝 Garage Band， 請你哋起身啦，起身嚟到接受我哋嘅致謝啊，好唔好啊？多謝各位新成立嘅樂隊。佢哋好好啊，即係又係個個禮拜啦，用時間星期四喺車房裏邊啊，我哋有弟兄成個車房做咗一個嘅band 房，我哋去練習啊。個個禮拜佢哋而家就係喺呢幾個禮拜咧，好專心咁嚟到招呼我，咁所以就為中心嚟到去預備。好多謝 Garage Band。另外永恆音樂事工嘅同工有幾位㗎？Ken 喺度，阿 Tim 啦，阿 Tim 都喺度㗎。請你起下身啦，起身啦，多謝你哋啊！仲有 Adi 都係永恆音樂事工嘅同工嚇，多謝你哋。香港永恆音樂事工而家喺加拿大，佢哋都有同工喺裏邊去幫手。咁就我哋好多器材啊，好多 set up 嘢啦。今朝佢哋幾個禮拜都係11點零鐘，佢哋就到場咧嚟到 set up 場地練習。然後咧，我見佢哋買咗啲外賣喺度咧，即係攤到凍晒啦，搞好晒啲嘢咧先要食嘢。咁所以佢哋俾咗我哋好多嘅幫助，
好多嘅支持。咁所以呢，我每個禮拜都要多謝佢哋，因為事實上佢哋的確令到呢個聚會有好好嘅進行。所以你下個禮拜嚟嘅話，你都預咗我會再多謝佢哋㗎，因為佢哋實在非常好嘅付出。另外呢，要多謝前邊呢個姊妹啊，嗱，佢屬於咩單位嘅呢？佢既屬於 Garage Band， 但係佢主要嘅身份呢係列治文環協和教會嘅幹事，主要嘅身份亦都係我團契嘅姊妹。其實呢班都係我團契嘅姊妹嚟㗎。咁啊 Peggy 呢，佢都係幫我哋做咗好多預備嘅工作，又同我搞 PowerPoint 啦。你知其實我搞呢啲嘢好渣㗎。我上次一路講嘅時候，你發覺呢，我講嘢同我撳嘢呢好似唔係好夾咁。咁佢就仗義嚟同我講，牧師不如我幫你撳啦咁我就唔使再掛心撳 PowerPoint 嘅嘢。咁所以呢個 Peggy， 你起身俾大家望下你樣，係啦。我想大家起立，我哋一齊領受上主嘅祝福，好唔好啊？但願賜平安嘅上帝，就係嗰位憑住永約嘅血，使群羊嘅大牧人，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從死裏邊復活嘅上帝，喺各樣嘅善事上面成全你哋，叫你哋遵行佢嘅旨意，又藉住耶穌基督喺你哋心裏邊行佢所喜悅嘅事情。又願我哋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與我哋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好，各位，今日嘅聚會到呢度，大家可以去外邊睇下書攤啦，可以以勒有中心有啲通訊可以免費去攞嚟睇㗎。咁大家可以喺外邊，另外我個卡片都喺外邊，大家可以攞嘅。下個禮拜見。